如果我而家問你一個問題，假設有兩個人，兩個人都係25歲，兩個人月薪都係3萬蚊，第一個人非常節儉，每日帶飯，唔旅行，唔買名牌，唔亂使錢，每個月儲1萬蚊。第二個人同樣儲1萬蚊，但佢將錢投入資產、ETF、股票、生意、技能。10年後，你估邊個有錢啲？大部分人會答，當然係第一個。因為佢最識儲錢，但係現實世界往往相反。今日呢一集，我想同大家拆解一個殘酷真相：有時候努力儲錢未必令你變富有，甚至可能令你永遠追唔上真正既富人。我細個開始，父母教我記第一件事就係儲錢，新年利是儲起佢，人工出糧儲起佢，唔好亂使，儲夠首期。儲夠退休，聽落完全冇問題。但你有冇發現，香港最識儲錢嘅一代，其實都係最焦慮嘅一代，因為儲蓄嘅速度永遠追唔上資產升值嘅速度。以前一個單位50萬，你儲10年可能買到；而家一個單位500萬，你儲10年可能仲差好遠。問題唔係你唔努力，而係遊戲規則變咗。Rich Dad Poor Dad 窮爸爸富爸爸一書裏面有一句說話，改變咗好多人。窮人為錢工作，富人讓錢替自己工作。第一次睇到呢句，好多人會覺得好串，但其實非常現實。當你返工，你出售既係時間；當你投資，你購買既係未來現金流。時間係有限，資產可以無限複製，呢個就係差別。點解巴菲特唔使返工？Warren Buffett 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：如果你唔識得係瞓覺機時候賺錢，你就會工作到死。聽落好誇張，但你諗深一層，其實好合理。你今日瞓覺，可口可樂照賣汽水，蘋果照賣 iPhone，微軟照收元件費。如果你持有呢啲企業一部分，即使你瞓覺，資產都可能幫你創造價值。呢個就係投資。香港人最大問題唔係窮，而係忙，忙到冇時間學習，忙到冇時間思考，忙到人生只剩返工、放工、瞓覺，再返工。於是收入停留係時間換金錢，但真正嘅財富增長來自槓桿。槓桿唔一定係借錢，可以係資產、技能、品牌、生意、藝、內容創作。甚至 YouTube。 財富其實是一場哲學。如果有一日你戶口有1億，但每日都要做自己討厭嘅事，你算唔算成功？如果有一個人資產唔算好多，但每日可以選擇自己想做嘅事，佢算唔算富有？古希臘哲學家一直討論嘅其實唔係金錢，而係自由。財務自由嘅核心從來唔係豪宅，唔係跑車，而係選擇權。A 君每月儲1萬放銀行，10年後120萬本金加少量利息。B 君每月投入 ETF， 年回報8%，10年後結果可能接近180萬至200萬，差距開始出現。20年後差距進一步拉開，30年後可能完全係兩個階級。呢個唔係因為 B 君更聰明，而係因為佢明白複利。最後我想送大家一句說話：儲錢係重要，但係儲錢只係起點，唔係終點。如果你永遠只懂得儲蓄，你可能永遠跑輸通脹，跑輸資產，跑輸時間。真正嘅財富唔係你戶口有幾多現金，而係你擁有幾多會增值嘅資產。下一集複利，世界第8大奇蹟，如何讓金錢替你工作。我會用最簡單嘅方法拆解點解巴菲特90%以上財富都係50歲之後先出現。